人必作我，我若非人，人必非我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我阿爸搬转来大厦厝了后，慢慢啊，我才发觉，志忠就亲像志玲所讲的，是一个有责任感、真善良又阁真友好的人。顶面甲阿爸冤家的时阵，我看到伊迄种遐尔痛苦的模样，我感觉伊。美娟啊，敢讲你是因为我甲恁阿爸才决定要嫁予志忠哦？阿姨，我承认。这是一部分的原因。哎呦，美娟，你唔免哦，为着我甲恁阿爸吼，牺牲你家己的幸福啦。我唔是牺牲我家己的幸福啊，我嘛无可能摕家己的幸福滚算笑啊。阿姨，我嘛是希望会当化解你甲阿爸之间的问题。我是真心希望你甲阿爸莫搁冤下去啊。我希望我甲志忠结婚了后，咱一家伙仔会当快快乐乐过日子。美娟啊，志忠敢知影你的决定？伊知影，伊嘛真欢喜。阿姨，我是心甘情愿的，所以请你欣赏我。我嘛会将这个好消息写给志玲知。我希望我甲志忠的婚礼会当得到大家的祝福。志玲，我甲你讲这个代志，是希望会当得到你的祝福。阿爸爱我写批予你，叫你转来。志忠伊嘛希望你会当转来做伊的伴娶。你敢真会转来参加阮的婚礼？恁两个要结婚？是啦，姨妈，就伫后礼拜。美娟，你真是决定要嫁予志忠先？那安尼，我给你祝福。是讲志忠，等你若结婚了后，恁两个就是翁仔某啊。你这个做翁的吼，是有这个责任，就要照顾美娟一世人，你知无？你放心啦，姨妈。我绝对会好好照顾美娟一世人，绝对袂害吃苦的。美娟，既然这才是你家己决定的，后摆是袂用反悔哦。对即马开始，你就要认真做一个好家后，好好啊照顾你的翁婿，好好啊伺候你的大家，知无？我知。
志忠甲美娟明仔载就要结婚啊！这间大厦厝嘛，足久无办起事啊！唉，时间实在过了足紧的，捌一个年，志忠就已经要娶某啊！想当年嘛是伫咧这个厝，这个大厅。想当年，我过来陈家，也是想着大家的祝福。人拢讲我甲建昌是门当户对、真适合翁仔某。也毋过，即马咧是安怎？大家的祝福，拢只是祝福伫伊。门当户对，真正是门当户对。我困房去。伊困自房，永远都是徛伫个远远相对看。阮两个人的心，永远无法度相依偎。阿母啊，大家好，你要外困哦？阿虎啊，你来一下。哦，我问你咧。美娟啥怎突然间决定要嫁予志忠？这个问题你捌想过？有啦，我就毋捌想过啊。自伊刚摕红条来，我就想较紧啊。啊，你知影啥物原因无？就是想无，毋才咧烦恼。阿母，你敢知？我若知，我要哪会问你啦？但你嘛知影，美娟对志忠并无啥物好印象。是安怎等去大厦厝无偌久，就突然间决定讲要嫁予志忠？哎，美娟这个囡仔吼，伊在南洋的时阵是介意迄个王国芳咧。好啦，阿母啊，莫讲迄个老狗王国芳，吼，迄老某某啊，还要搁你约咱美娟，食老毋知老。也毋过美娟转来台湾了后，伊爱的，伊介意的人是志仁。哎呦，阿母啊，志仁是美娟的亲大兄呢，哪有可能啦？你妈妈拜托的。你嘛较友好的，嘛莫讲我讲一句，你就甲堵一句，较有耐心的啦，听我话讲完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讲你讲。我是讲吼，美娟伊介意的人是志仁迄款类型的人，毋是志忠迄个类型的人啦。啊，谁咱来决定讲要嫁予志忠？阿母，你讲错啊？啊，你有讲全无讲，毋是共款？我也算毋知，哈。我是咧烦恼讲吼，志忠若甲美娟结婚了后，毋知会安怎？会参淑珍、参建昌共款？我敢有讲毋对？啊，淑珍参建昌毋是家庭会永远定冤家老济，啊，你烦恼伊会参伊共款，对无？小等一下，我想着，
你会记袂？迄天淑珍为咱兜转去了后啊，嘿，哦，甲建昌玩甲足厉害的，你敢知？嘿啊，美娟哦，伊家己感觉真自责。对啦，建昌还佫想要磕头自杀咯。啊，今朝要磕头自杀，我也毋知后要紧无。啊，无啦，袂要紧啦。哦，一定是美娟想讲，淑珍遐尼疼志忠，啊，伊若是甲志忠结婚，好我友好大家大官，好我照顾志忠，那安尼淑珍伊就袂。淑珍就因为着美娟的友好嫁予志忠，了后全袂参建昌搁冤家啊，对。对，阿母，你真正有巧，好，连咧外口迄款落做，迄款戏台咧做迄款梁山伯甲祝英台王高刘高的剧情，你都拢想会出来。你想这种电影的剧情，你会当去做编剧啊？既然你甲认为讲我的想法毋对，啊无你的想法，你讲出来听我卖啊？啊，安怎？讲袂出来也是。我甲你讲啦，那以美娟伊的个性吼，是真有可能会安尼去做哦。有一刻着呀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那以美娟伊的个性吼，是真有可能会安尼去做哦。哎，我是足烦恼的咧，我就来拍一个电话甲因阻断。阿母啊，小等，就唔通起咯，唔通起咯。阿母啊，你正讲敲电话，人明仔载就要结婚啊呢，啊破咧，人的姻缘是七大件，你知唔通啦。安尼要安怎啦？哎呀，阿母啊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咱美娟吼真巧咧啦，伫南洋大学生呢，伊总袂讲讲咱为着这款代志啊牺牲着甲一生的幸福的终身大事呢，对毋？阿母啊，无你若正经烦恼吼，啊无因结婚了后，咱就较接转来大厦厝，甲顺顺看看的，啊受伤吼。甲建昌、甲淑珍、甲苦劝一下，叫因讲咱唔通咱搁冤家路济啊，安尼牵拖就起衰啊！到时阵哦，规家庭散碰碰，对。嘛只好安尼生验。好啦，有暗啊，我来困啊，吼。无落后啊！等明仔载美娟要结婚吼，啊，咱就爱转去大厦厝，两个拢爱转去遐无用几工。阿妹仔要安怎？啊，伊当然嘛爱来。袂用的啦，伊敢会去？迄天淑珍甲骂甲安尼，阿妹仔是气甲要死呢。搁再讲，淑珍嘛无爱看到阿妹仔。哟，啊，若无就留咧厝的啊，伊当作顾厝啊。迄搁较袂用的，咱两个拢无伫厝的，啊万一阿妹仔若是搁离家出走，要安怎？哟，啊要安怎？你去甲问看卖咧啦，甲高正啦，高正伊甲咱斗阵去啦，好无？好啦，吼。我来个顾正者。阿妹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咧。什么代志啊？啊对哦，恁个美娟阿姊哦，明仔载要结婚啊啦。哦，恭喜哦！阿妹啊，阿妹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啊明仔载吼，我参恁阿嬷吼，拢要来互因请，规工拢无伫咧，你也参阮倒回来。我不爱去啦。是安怎无爱去？啊你若无去，规工也无人伫啦，无人通煮互你食啦，你后巴肚呢？还一顿袂死啦。哦，我就知咧，你看啊，搁咧甲迄个淑珍生气吼，确定一下。啊，就阮小弟因某啦。哦，迄个小查某。啊你若叫做叫查某啦，啊你个囡仔人无大无细，论真讲你还叫阿金呢。我插插伊什么阿进？我甲你讲，亲情间就要互相有咧行斗，有咧行斗，毋则袂去疏远呢。人讲一代亲二代表，三代无了了。啊你若无咧行斗，到时阵大家拢无熟悉，安尼袂用你啦。迄恁兜的代志啦，跟我什么关系？什么咧？阮兜的代志，我即嘛是你的家爸，我的亲情就是你的亲情，安知？啊你叫我去是要创啥啦？叫你去用请啊，叫你共斗相共，共狗看网仔尾啊！是啊，看房阿妹哦。煞毋知？啊，毋是囡仔咧看呢。啊，你毋是囡仔？
等你是咧头壳一空的呢，我甲你讲，明仔载早起我起床就甲你叫，衫裤穿较水的转两边，从我来去，听？叫人卖家己讲。新娘车到位啊啦！你这个做家伙吼，紧闪一下，唔通闯祸哦！紧过去。啊好啦，新郎新娘会当入门啊啦！你顺路好，你看看你讲。准备拜公嘛，哦。叫我来叫你来哦，人你娶某，你个细细两声念声真无聊。啊，迄个小查某娶新妇，搞什么题材？好啦，你较做正的啦，行啦行啦，入来入来入来。创啥啦？你要食喜酒讲创啥？入来啦入来啦。啊好啦，等你笑遐久是笑煞啊袂啦？啊你欢喜到安尼，袂输敢若你咧嫁查某囝。阿母啊，你讲诶，哦，美观是我安尼一粒仔菜头安尼哒甲夹到遮大汉的。人讲哦，生的请一边啊，养的功劳较大天，我比天较大呢，对唔对？啊个，伊是建昌的查某囝，啊我阿伯。对无？啊，伊嘛是迄款彩云的查某囝，啊，彩云就敢若我的小妹咧，我敢若袂输母姑咧，对不对？人讲哦，你啉酒醉啊啦，莫甲无啉酒醉，你听我讲，莫我讲，我欢喜，你看，我今日穿西米露，我你我带，哦，这以前阮阿公老无啊，真正有水哦，有水哦，有水哦，我跟你讲，今日若阮英弟的哦，伊就更加欢喜。有一去着呀哩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我跟你讲，今日若阮英弟的哦，伊就更加欢喜。哎呀，你敢拍啦？我讲甲你拍，敢有？走啦！点啦，为什么袂讲？无啦，阿妹啊，你要倒？我要变走啦！啊，你敢知影位？凊彩找嘛找有。紧转来哦。讲要变数啦，阿母啊，即摆照来就讲变数，咱以前讲西客啊，西客叫好听嘞。点你啦，哈，无阿我欢喜啦。啊，小弟啊，啊烧酒咧，啊咱拢无烧酒，啊无烧酒哪有成一个家庭啦？美观，我真欢喜。一点。
写草下啦？我真正足欢喜啊，奇怪。这张有人要看啦。哪有啥物要紧啊？规地咱拢已经是人阿某啊。这张阿伯甲因妈在外口，咱来陪因开讲啦。好啦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